近日網上流傳一段的士糾紛影片，一名的士司機疑因聽錯醫院名稱，誤駛至錯誤目的地，引起車上乘客不滿。片中乘客更自稱中產，情緒激動與司機理論。影片透露喺付款期間，中產乘客疑似將現金掟向司機，其後更出現喐手情況，令衝突迅速升級，雙方爆發激烈對罵，現場氣氛一度緊張。事件曝光後，引起大量網民討論。有意見認為司機或有責任在先，但亦有唔少留言指出，無論身份背景如何，出手打人始終都係不可以接受。你又點睇今次事件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喂，冇爭啊，冇爭啊！我使乜撚你請啊？我呢幾蚊袋撚咗我背脊骨落一百塊唔撚著啊！關撚事咩？你睇下你孫女啦，喺度隨便巴閉。急勁咗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，喂！你玩到做乜撚嘢啊？嗱，而家一就報警，冇得玩嘢。嗱，你一就同你嘅孫女有冇抵殺？整乜撚嘢啫？你一而家嗱聲報警，我就好撚柒驚。你打撚咗我頭先。有撚晒車驚，我啊未撚出驚。算數啦，算數啦，唉！我一下都冇撚掂過你，你係打交我有車驚嘅。我鬧你老母鬧你老母啦，有冇得？快返報警啦，陳頭！快撚啲報添啊，等你啊，企喺度。喂，揸的士唔撚使你尊重啊！你個仆街中產！屌你老母揾事係打鳩我！係啊，而家就係講粗口，屌你老母啊！柒頭，你快撚啲啊！係啊，你等孫女俾人撚緊啊！快撚啲玩嘢添啊！撚晒幾廿萬，你老母就係